因為今次佢嘅決定呢係一個非常之唔值得支持，亦都係表達佢呢係不公平，亦都係不持平嘅決定。嗱，因為92條呢，如果你參考外國嘅議會，頭先教授啊不同嘅人都講過啊，係要有議員嘅參與。更加緊要呢，就係我哋嘅議事規則委員會呢，根本係講緊嘅。而議事規則要改呢，除咗要委員會多過半數支持，仲要係喺大會由議員提案分組點票嘅。咁如果你突然間一時三刻呢，就行使呢個權力終止咗嗰個辯論呢，咁呢個駕馭咗嗰個議事規則委員會全體議員嘅參與呢，呢個係極之不恰當。亦都呢，大家要明白呢，就係如果呢一個成為先例呢，你以後譬如5C 14稿或者23條，你真係嚟到嘅時候，你隨便去終止個辯論呢，咁就令到議會不能夠幫到一啲市民保障佢哋嘅權利同埋自由。嗱，呢個呢，亦都係大家唔可以忽略嘅一點。嗱，咁樣如果我哋睇今次嗰個決定呢，你睇到唔係必要嘅，因為成個過程呢，你喺批准嘅時候，你可以唔批准呢1000幾條啦，或者喺發言過程之中，你可以以佢係不相干，或者呢係重複。嗱，公民黨都提出咗2次喎，休會待續俾條出路嘅，不過可惜大家唔支持，咁冇辦法啦嚇。好，唔該晒。我又想請問下你啊，梁家傑，就係如果嗰個議事規則要進行修訂嘅話，你贊唔贊成？同埋如果係要修訂，點修訂嘅喎？嗱，議事規則呢，我諗係應該要所有議員黨派去傾嘅。但係如果你話拉布喺目前嘅一個不公義嘅議會，你俾少數有機會去發聲呢，拉布本身係冇問題嘅。但係問題就係你今次決唔決定做呢，係一個政治嘅決定，各個黨派有唔同。但無論我哋支持或唔支持呢，最緊要係跟規則行事。如果議員跟規則，但係個議長唔跟規則呢，議會係好難運作㗎。好，唔該晒。咁啊，剛才咧，黃宏發喺早一個環節嗰度咧，講到咧就話，其實議會裏邊呢個議事規則咧就唔好隨便喐佢，否則咧就好容易就造成咧就一啲即係而家就好似少數蝦多數咁，但係佢恐防咧就多數蝦少數呢個咁嘅概念。如果真係要防止嘅話，議事規則真係喐都冇得喐啊？唔係，你可以有一個即係規定，新嘅規定加個新嘅規定，就話在某個時間之後，或者主席判斷嘅時間，認為已經係夠啦，即係呢個討論已經足夠啦，咁就可以容許議員提出嘅議案，將個辯論終結，然之後就付諸表決，係可以加句咁嘅嘢喺度。但係一定要好小心記得呢，就係嗰個原則係唔係隨意咁提出，唔係多數用嚟剝奪少數發言，唔係多數令到大家聽唔到一啲其他意見嘅機會嘅一個工具。所以主席有個責任係要維護一個議會之中嘅少數人所有權表達嘅意見，因為多數嘅意見唔一定係正確嘅。但係你若果係少數嘅意見冇俾人聽到嘅話咧，多數嘅意見係錯誤咗之後出咗錯啦，就冇人知道原來有第二個意見喺度嘅。嗰個意見係可能果然可以解決問題嘅咁嘅。咁所以要好小心。咁我認為咧就係今次若果曾主席作咗個先例嘅先例，咩先例呢？係容許黃宜弘議員，因為佢自己判斷，我都會作同樣判斷，都係似乎係太長啦咁啫。可以容許提出咁嘅議案，都要根據92條所容許，佢可以參考第二啲地方嘅一啲做法。咁情況底下容許，咁然之後呢，就係不經辯論之後呢，立即付諸表決嘅話呢，表決個議案通過咗嘅話呢，就變成咗成紮修正案，就要付諸表決啦。嗰個合併辯論就會終結。即係我寧願立一個咁嘅先例，就好過而家立一個主席攬上身嘅先例。呢個好危險嘅先例。但係我同阿主席講，我同佢講咗3樣嘢啫嘛。我話第一，佢係好聰明啊嘛，因為任何嘅動議拎上嚟嘅時候，我哋係分組點票，佢通唔過。佢點解要濫權啫？就係因為佢太聰明啊嘛，太狡猾啊嘛。寫基本法啲人有問題啦。唔係咁，佢有問題啊！呢個佢個 boss 嘅問題啊！佢寫一本法例，驚住。基本法都可以大家理解嘅。唔係個問題就係阿曾主席太聰明啦嘛！佢明知道根據外國議會做，要即係個門檻高，要多數嘅議員都同意先至可以終止個辯論啊嘛。咁你仲有我哋都係少數。我俾嘅第二個，因為剛才梁家傑講咗，我俾第二個方法俾你。
當你話人哋拉布係阻慢其他嘅法案進展嘅話咧，若果大家接受咗余若薇議員先提嗰個委員會休會待續咧，咁就可以全部咧就係呢扎嘢暫時唔討論，唔係將佢全部擊敗喎，冇擊敗到喎，係唔表決，進入下一項事項咁啫。去開翻大會進行下一事項。到咗下次會嘅時候，你可以將啲時間將佢改排過，將呢個立法會嘅修訂條例草案咧擺到喺委員會階段，擺到最尾，其他啲全部可以進展落去。唔該晒。但係咧第一次咧就否決咗，大家議員否決咗余若薇議員嗰個動議。後來梁家議員再提咧，主席唔容許佢，我唔係幾明白，可能佢誤解咗常規議事規則，可能佢係以為咧提咗之後咧應該要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再重新再嚟。若果被否決嘅話咧，好唔該，可能係咁都唔定啫。唔該晒。黃偉雄嗱其實我有兩點想補充嘅。我諗第一點咧就係話成個事件咧，大家似乎將個焦點咧太過集中喺拉布呢一件事身上。事實上所反映到係成個議會運作咧出現咗問題。